近期咧好多香港嘅老字號相繼結業，就好似燉奶佬海皇粥店咁，以前成日食佢哋嘅雙皮奶艇仔粥，而家只係剩翻回憶。可能好多人好似我咁，掛住80、90年代嘅經濟蓬勃，呢10幾年鋪租好似火箭咁飆升，對一啲食肆嘅老闆嚟講，真係頭都爆埋。本地平民嘅品牌，就算揾到2線嘅鋪位，租金嘅壓力都足以逼到一啲老店唞唔到氣。香港成日有一句地產霸權，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。疫情嘅時候，尖沙咀海防道有一個400尺嘅鋪位，原本嘅租金係80萬，竟然租出咗係15萬。香港向來都係美食天堂，由港式茶餐廳到日本料理，從珍珠奶茶到手打檸檬茶，去到而家滿街都係打卡嘅咖啡店。飲食潮流轉得比翻書仲快，做餐飲一定要捉到消費者嘅轉變，無論菜式、服務體驗都要不斷搞真意思，要靠自動化同系統化去控制呢個成本。而家每間老店結業都會搞到大家好失落。與其可惜老字號結業，不如諗下點樣正面迎接大灣區嘅競爭。到底係咩原因令到呢啲老字號執笠呢？租金好貴，定係人工太高，又或者係食材價飆升到上天？你哋有咩睇法呢？